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贵民。蔡英文赖清德再起宣誓就职第16任总统、副总统，英人体制正式来结束，赢得政局要安怎带领台湾未来4党。蔡总统伫咧这个就职演说内底，先感谢国民对国家有信心，后来会注重产业的这个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的安全，佮有民主深化这4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尤其咱嘛听到蔡总统有提起就讲，立法院已经要设这个修宪的这个委员会，和宪政这个体制，甲台湾的社会是哪行哪迈。尤其针对着18岁公民权这个部分，已经有共识，特别来优先来推动。另外，咱嘛讲到8月要成立着国家人权委员会，这正嘛是咧讲这个监察院转型这个起步。另外，要来讲到这个对华中共这个往来，蔡总统依然强调这个和平、对等、民主甲对话，但是上重要就是袂当允准北京当局一国两制来破坏咱讲台湾这个宪章这个原则。咱嘛看到这个总统宣誓就职，美国外交部的领袖是头一摆有史以来发表声明来甲咱说恭喜啦吼。咱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 Mike Pompeo 在讲啥咧？伊讲蔡总统领导的台湾民主，鼓励全世界美国和台湾这个关系是哪来哪有进展。今日咱要就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蔡总统伫咧外交、两岸、民生、经济伊所做的宣誓。最近，咱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义中。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碧中。大家好。等下咱嘛邀请到咱的赖中强律师哦，先来邀请到咱的这个赖委员啦吼。其实咱看到这回蔡总统这个演说的这重点，甲过去4党前有上大的什么精差无？我想吼，就讲整体来看吼，就是讲蔡总统这届这演说，敢参像讲是这未来这4党伊想要做代志一个拢总一个报告。要算真的吼。嘿，这算讲这个报告，你看这个伊的迄个架构甲逻辑，算讲足清楚的。就是分4个大的方向啊，包括讲迄个经济产业要安怎来处理吼，甲社会安全这个部分要安怎来做，甲迄个国家安全以及甲这个民主转型吼，这个部分。所以讲伫咧讲就是讲这个经济甲产业这个部分，除了讲演说过去伊4党已经有基础吼，搁特别列出这个6项上重要这个产业想要去做。当然除了这以外，搁讲了讲。产业本身要去发展的一个策略内底吼，包括讲迄个伊的金流啦吼，甲迄个人员人才的培养，嘛包括讲即个算讲这产业内底吼，其他的即个部门要安怎来做调整吼，像讲遮，尤其是我是感觉讲，伊伫讲着产业即个所在吼，伊当开始咧讲这是对台湾国内需要来做一个算讲基础能量吼，即个出发点的时阵，我是感觉讲，伊可能已经开始甲这台湾的未来的经济吼，对即马过去拢是咱做外销，做别人卖物件，做代工啦吼，即阵要做家己的物件。对，根据台湾家己的需要嘛。我相信会有即款的物件出来，主要是讲因为即届即个有武汉肺炎的代志吼，所以讲，互人真侪人知影讲，除了讲台湾要有家己本身的一定的一个能量以外，嘛包括讲。即马吼，像讲这款的大代志开始出来的时阵，干那台湾人，咱才知影讲到底家己要需要什么款的物件，咱袂当讲因为有钱搁去换其他的，吼，所以讲爱家己来生产。我是感觉讲这个思维吼。当然，等下可能讲到迄个两岸关系，但是这个思维是不加重要。有影啦吼，咱看到未来4党啦吼，爱行出台湾家己的路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这回真正是这个新的这个局面，咱嘛看到这个英人体制结束啦吼。新的局面就是讲蔡英文总统甲赖清德副总统哦，这个新的局面，咱头头嘛讲到未来4党台湾的走向，什么款的这个方式，咱来看因这个就职再起的这个画面。总统赐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总统蔡英文连任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要甲副手赖清德做伙开始第2任期。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示宣誓人赖清德。赖清德就为总统府秘书长所加权，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府内新的人事正式确定，将副总统陈建仁、李炳秋甲因太太的手离开。这届受到疫情的影响，总统就职演说头一届改去台北宾馆。欢迎总统，欢迎赖副总统。
总统蔡英文伫咧就职演说提出所来国家发展的四大面向，有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甲民主侵华。毋过头期先要先感谢全国的人民伫咧防疫顶悬的成功表现。我要谢谢每一个在防疫初期在药房门口排队的台湾人民，谢谢你们的耐心，以及谢谢你们对政府的信任。从1月到现在，台湾连续2次让国际社会惊艳。第一次是我们的民主选举，第二次则是我们防疫的成绩。蔡总统表示，会提早部署，和台湾无共款。头高就是注重经济产业的发展，未来面对全球经济激烈变动，会维持稳定中求成长，变局当中把握先机的政策理念，继续落实精简基础建设。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更要抓住时机，在5+2的产业创新的既有基础上，打造6大核心战略产业，让台湾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6大核心战略产业包括继续强化自信甲数位相关的产业发展，结合5G时代数位转型，嘛要创造甲全世界直接的生物甲医疗科技产业，强烈推动军民技术整合，嘛要进一步来拼航空甲太空产业，加速发展热能甲再生能源，搁要建构会当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甲政备产业，甲重点放伫咧卖去外靠别人，掌握国家生存的发展先机。记者综合报道。小这回咱看到这个就职演说内底哦，特别注重产业发展，还有咱头头讲的这个社会安全网咯吼，嘛，还有这个国家安全，还有上重要就是民主侵华这4方面这工作哦。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啦吼。第一部分咱头头讲到6大核心的这个战略产业。这个有吼，这个资讯甲所有的这个产业吼，资讯安全吼，尤其咱看到伫咧520进前咧资讯安全吼，伫咧总统府遮出一寡问题啦吼，所以特别来强调啦。另外，嘛要伫这个生物甲医疗科技产业遮嘛要做一届吼有新的这个发展。另外咧，对着国防甲战略的这产业哦，咱嘛看到吼蔡总统为的这个宣誓啦吼，面对着这个绿电也是再生能源这个部分，伊讲哦世界这个部分，其实适当前拢看到台湾伫咧即地真用心啦吼，未来适当搁要更加来加强这个部分。另外针对着这个民生甲这个政备的这个产业哦，咱嘛看到即回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影响，咱讲咱发展这个喙癌吼另外搁有这个这个医疗这个部分，拢是咱所要搁去推动这个6大核心的这个战略产业。另外咧，咱嘛看到讲建立一个这个健康防疫的这个安全网络啦吼，嘛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影响，咱嘛看到即回围堵啊真成功。另外咧，就是讲社会安全网络的这个保破网的这个机制啦吼，就是讲过去咱嘛有这个视觉失调症的这个病例啦吼，嘛甲引发到侪吼，伫咧讲有台警察这个案例，所以伊特别伫咧就职演说内底，特别甲抗议内底，嘛是真重要这个宣誓。另外，针对着这个国家安全，尤其咱讲哦，中共定咧对台湾起武康啦吼，咱看到国防事务的这个改革，也是讲积极来参与着国际，伫咧两岸和平稳定之吼，无要接受一国两制吼矮化台湾，也是讲迫害台湾现状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要搁请教咱的赖委员吼，其实咱讲到这个两岸这个部分啦吼，其实是毋是有放较软一丝？我是讲即届吼，咱看迄蔡总统拢总这演讲内底，当然真侪人拢想讲，这两岸关系应该是伊上重要一部分。是。但实际上，咱看这所有的这个篇幅吼，算讲两岸伊的迄个包含无讲介济。无讲介济吼。无讲介济，当然一方面是讲，我看伊的迄个论述吼是。第先讲伊的原则就是讲伊爱针对即个爱巩固和平吼，即个和平吼，即个对等，甲即个民主甲对话，即算讲即个4个原则来去处理。另外伊嘛讲伊演说伊过去这4档吼，算讲不去挑衅吼。即个算讲维持现状这款的这个方式，但到后来伊嘛要求讲，即马维持台湾海峡的这个稳定，毋是讲我一个人的代志，吼。伊讲习近平哦，你嘛爱处理啊，哦，你嘛爱迄个算讲甲我斗阵来合作啊，哦，这毋是讲我家己一个人会当赢，所以实际上伊嘛算讲等一个球转去吼，你爱来接这个球。这台湾海峡这个稳定，我已经做我遮尔济啊，你必须你嘛爱有这个相当一个拍拼吼努力，所以我是感觉讲，即届咧讲着讲这个两岸关系时阵吼，算讲这个虽然讲伊篇幅无讲介济，但是甲过去无共款的所在是讲，伊毋是敢表达家己的立场，伊嘛对中国提出要求，吼，你应该做甚物款的？
咱会当看讲4当前吼，中国就讲蔡英文你有即个什么未完成的答卷，刚参与伊是老师，咱是迄个学生吼，伫遐做吼，这个伊来咱考试，咱来去填答案吼，啊，伊来决定讲咱到底即个答案是对毋对，吼，啊，但即马是安尼讲。4当过去，咱即马看到，全世界认为讲维持现状是台湾，无咧挑衅的是台湾，是中国伫遐一天到晚用迄个飞机，还是讲用迄个军舰吼，咧射台湾，咧对咱算讲有很多的迄个侵扰，啊嘛包括讲伊伫国际上咧安怎改变咱的迄个国名，吼，啊对咱安怎来侮辱，吼，咧甲咱封锁，所以讲真正算讲这台湾海峡伫咧做歹代志，咧改变现状，这是中国嘛？是中国。所以即马我讲这4当来吼，变成讲蔡总统伊伫遐所讲的意思就是讲，因为这我4当国际上即马对台湾已经真有信心啊。台湾本身这是一个维持现状啊，本身嘛是讲真理性的一个我们这理性的一方。是。啊是中国伊家己迄个算讲无理性嘛吼，啊要求足济，吼，所以要求即马是认为讲，迄习近平你即马你嘛爱做，你应该爱做的代志。是。啊当然吼，蔡总统尤其是即个台湾，咱防疫也是讲迄咱过去所累积这个信用吼，所以讲国际上对台湾即马拢真恶咯。咱来讲即届，算讲美国嘛毋敢国务卿是第一届吼，伊用这正式声明。来甲咱恭喜嘛，伊的就职，连包括像讲迄个北京的即个国安会副顾问吼，伊嘛特别用中文咧讲迄个来甲咱恭喜嘛吼，恭喜啊嘛包括讲像讲国务院的即个亚太助理国务卿嘛共款，所以讲即马遮吼，咱的即个基本上咱即马徛的即个位是较稳啦吼，啊嘛包括讲因为中国伫即个武汉肺炎的时阵吼，对咱是安怎来讲侮辱？所以讲蔡总统伫即当阵，伊会当用迄真侪时，伊会当用真侪时间来讲，中国你袂当安尼甲咱迄个侮辱啊，袂当安尼甲咱拍啊，啊结果伊一句话拢无讲。所以讲表示安怎讲，就是讲，迄个伊本身犹原是维持过去，算讲我就是好好啊，稳稳啊做，啊我有家己的原则，吼，我袂。因为你甲我乌白甲我打压吼，压力吼，我都会照你的物件来所行。所以咱看到蔡总统伫遮是较稳健的吼，来做到这个两岸这个部分的这宣誓吼。啊，其实这个和平对顶、民主对话啦吼，对话这个部分，亲像拍乒乓共款，有来有往啦吼。其实咱已经吼有这个较和平的这个基础，稳伫遐啦吼。啊，继续就是来看这个中国的回应，继续咱们来请教咱的曾教授啦吼。其实咱伫即地。毋那是这个吼，全球伫咧武汉遐围堵，咱看到台湾伫咧即地会当徛起啦吼，但是中共就是看咱无啦吼，还是讲看咱伤过好吼，所以伊要伫即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好，还是各种组织也好，打压台湾吼。啊，其实过去4当即个基调嘛是还佫存在啦吼，未来4当。其实有人咧讨论就讲吼，这个未来蔡总统的这个第4当吼，啊是第5当、第6当、第7当、第8当开始，这4当是甲这个习近平吼，这个尾手吼，伊这个后壁这个政权嘛要开始吼，伊面对挑战才开始吼。你安怎看未来两岸关系安怎行咧？其实一个个别的立场吼，咱今日会知啊，总统甲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吼顺利完办，咱做一个国民是感觉真欢喜。是，但做一个国民我嘛有期待啦。因为头拄啊。罗教授甲主持人讨论迄4个大的方向吼，包含产业的发展，这是国经变经济方面嘛吼。啊嘛讲到迄个社会安全，这是社会期待啦。咱的生活方面的，啊个迄个国家安全哦，社会安定迄是咱生活方面。那国家安全迄是加强国防的嘛吼。啊，另外有民主侵华是制度面像宪法，是做一个国民，咱嘛希望望这4方面会做好。但是咱嘛烦恼讲，这是毋是作文比赛 ？OK， 讲的啊，到尾4年后无法度实现。其实蔡总统咱有搁较侪期待是安怎？因为伊无需要去拼连任嘛，无像我第一任吼啊有迄个。足侪因素吼，伊必须配合啊，是无法度做到彻底，但是即个伊无需要变连任嘛，应该把伊的初心提出来吼，莫忘初心，莫忘决心，这互咱台湾人看吼。我看毋那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迄个民众党，还是亲民党，大拢足期待，会使讲会做会到，这是咱第一个期待。但是伫两岸关系方面吼，为会使
演讲内容来看，伊应该有为之手啊，伸出去啊。伊个手伸出去，但是对方安怎接，咱唔知。是。来上节目之前，我有看国台办的记者会。这外交时刻嘛有看到啦吼。是。讲甲无啥客气啦吼。但是咱对国台办无需要期待啦，也无需要要求，因为伊是以动冷静的嘛。今日蔡英文总统无论讲啥，伊有完是一套讲法啦。伊今日就算讲看下客气，伊有完嘛是对咱无客气。所以讲，咱啊对国台办的发言吼，咱就不管伊安怎吼，迄是娱乐效果尔啦。伊讲啊，以前发言人较早时代有一个叫沈国放、辛国锋，到尾张明清、刘明清，甲即摆迄个马晓光，是，伊有讲法，伊讲法拢一模一样无？是，因就讲吼，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方针啊吼，绝对袂当谈论讲任何一款分裂国家的作为。演讲稿拢毋捌改过啊，拢是即句啦吼。拢不管外省人拢讲一套，是。所以讲，伊看伊讲甲气急败坏，讲甲起配面，咱对咱讲，迄是娱乐效果尔啦，吼，无需要期待，无需要要求。不过咱咧讲吼，这个全球已经开始咧去中国化啦吼，其实这个影响咱等下嘛会当好好来讨论。另外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伫咧就职演讲内底，除了两岸，也有这个修宪委员会啦吼。咱先来带大家看讲，蔡总统的宣誓是啥物？做伙来看。我要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展开第2个任期的总统蔡英文面对未来4党的两岸互动，以中心胜算时的态度，坚持8个的基本原则，目标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嘛愿意甲对岸展开对话。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1国2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蔡英文认为，两岸关系当时历史的大方向改变的时阵，双方拢有责任，伊嘛趁这个机会向对方发话。在变局之中，我会坚持原则，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负起责任。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唔单是科学和平，后一个4党蔡英文要继续改革、优化政府的体制。伊讲到立法院虽要成立修宪委员会，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能够被充分对话，形成共识。借由这个民主的过程，宪政体制将更能够与时俱进，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而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更应该优先来推动。蔡英文指出，司改搁伫转型期，伫未来要推动国民法官制度，嘛会重新盘点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搁讲到监察院的转型。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将在今年8月挂牌成立，它将是台湾落实人权立国理念的里程碑，也是监察院转型的起点。对柯建院，蔡英文会请9月就任的新团队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来培育现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伫未来4党，蔡英文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面对愈来愈侪的挑战。记者郭灿刘国良台北报道。是哦，咱讲到这个未来4党，是毋是咱伫咧这个宪法头顶有安怎吼？这个修改啦吼，还是讲新的这个制宪的这个方式啦吼？其实咱嘛有吼，侪人有这个期待啦吼。不过咱嘛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伫咧国家体制强化是民主深化这块吼，咱嘛有做一寡整理，先带大家来做伙看吼。伫咧政府体制的优化吼，咱头段嘛讲到，立法院要成立这个修宪的委员会，优先来推动这个18岁公民权吼，司法改革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国民法官制度要来上路。另外咧，伫咧宪政机关的这个改革哦，行政院这个组织改造工程内底哦，要成立一个专职的这个数位发展部会啦吼。咱嘛看到讲8月这个监察院要成立挂牌吼，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要落实到咱讲的这个人权立国这个理念。另外咧，这个9月嘛有这个新的这个科技院的这个新团队哦，嘛要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吼，伫咧提拔咱讲台湾的这个人才方面，要有所改革吼。继续，咱慢慢来邀请咱今日第3位来宾，就是咱的这个罗中强律师啦吼。其实咱嘛是这个新宪法吼起草人，这个声明的起草人，咱甲大家先
了解一下，就是讲为什么有这个新宪法这个要制定的这个部分？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咱有听到咱蔡总统今日伊早起来提起讲，要来推动这个修宪，是但是阮有较进一步的看法，认为讲台湾不只爱修宪，台湾应该爱制宪，这有啥物无共款，就是无共款的所在，是伫个讲，你若怎讲修宪，就是讲你你一个旧的厝，这旧的厝，这个宪法是有效的，你要改，你爱3/4的人同意，才有办法改过来，但是若总讲这个制宪，就是卫星开始，你大家认为讲安怎是对，就为迄个方向去行，我对修宪较无共款的意見是講，若總講即個憲法本來是咱台灣人家己、台灣人民家己決定的，咱無意見，即咱以前咱家己決定，但是咱的祖先決定的，你後壁的人要改，你愛3/4的同意，才會使來改，這是合理的。較無共款的是，咱即馬即個中華民國憲法，甲第一屆的伊講即個增修條文，其實唔是咱台灣人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各大代表，但是台灣人家己公民投票決定的。咱第一屆的即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其實是迄個老國代，咱以前講伊是老賊，伊就是迄個40-50年前伫個中國選出來的即個老法統，伊伫1991年4月的時陣，定即個第一屆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增修條文，這是足無合理的決定，第一個無合理，伊決定講伊甲咱即個增修條文的前言，伊囥4個字，叫做國家統一。國家統一，國家統一，這就唔對啊！咱台灣要安怎行是咱台灣人將來家己決定的，是安怎迄寡老國代，會使替咱決定講要國家統一。第二個，明明中國，伊就是一個國家，聯合國來承認講，迄個中國即馬是聯合國的即個常任理事國，但是咱的國大代表老國代。伊講即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地區，明明咱台灣應該是咱家己的國家，但是老國代伊講，咱的台灣叫做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自由地區、自由地區，咱哪是地區，咱是國家，咱唔是地區，即馬的問題就是安尼，就是講第一屆的即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這是老國代定的，一定了後，你要甲伊修改，變做你愛3/4，安尼就變做講，只要有1/4的保守的人反對，你就改袂掉，啦。所以迄個蔡總統佮要策動即個修憲委員會，修憲，我是認為講真好，但是有個代志，你只要有1/4的保守派、保守的人反對，你就殺袂動，這是無合理的。所以，阮是主張，今日早起足濟公民團體，那足濟即個太陽花運動加野百合運動的當年的參與者，阮做伙發表即個新憲聲明，就是講即個台灣啊，30年未敬業，30當民主化，閣有一件代志還未做好的。就是台灣需要一個新憲法，所以阮早起有這個新名，這個新憲聲明。是，咱來看講吼，其實這個坎有影真懸吼，其實這個賴律師吼，咱嘛有看到這個聲明吼，先帶大家過來看一擺吼，就是講吼，頭拄這個律師嘛講到吼，就是講過去這無正當性這個老國代吼，佇咧退職進程，這個1991年吼4月時陣，就是制定咱頭拄講到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第100這個增修條文啦吼，就是講吼，甲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吼，就是甲伊當作是大陸地區啦吼，咱甲這個台灣。這個島國吼，改 A 化或者是自由地區啦吼，所以咱一世人攏無法度實現所謂的這個國家統一。
或者是咱头拄讲的这个征收条文进程啦吼，造成咱即阵国家定位无明确啦吼，国家的4个要素就是讲吼，强在住遮的这个人口就是咱的国民，有界定的这个领土、政府，还有这个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啦吼，台湾拢有这个要素伫咧。另外咧，就是讲修改宪法吼，也是讲这个无法度真正解决遮的这个问题啊，唯有制定新的这个宪法，才会当解决过去遮的这个束缚。另外，咱嘛有讲到这个坎实在是有够悬啊！安怎讲呢？咱嘛有整理到另外一张图表，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就是讲立委1/4差不多是这个113席1/4差不多29个人成立这个修宪这个委员会。这个成立委员会以后这个就是讲1/3的这个立委加一个人，就是差不多39席的这个立委。以政党是自比例来成立这个修宪委员会，买手还有3/4的这个委员来出席啦这个通过3/4通过才会当来提出到这个宪法的这个修正案。不过咱讲蔡政府即阵是完全执政完全负责，但是伊伫立法院内底嘛才61席尔要经过这个3/4这个部分，也够真拼咧啦另外，除了你若通过这个3/4出席的这个委员决议通过了后，还经过半年经由公民投票来复决这个有效的这个同意票数，爱超过选举人数的这个总额，就是965万票，才当通过修宪案所以咱讲，这回蔡总统嘛才摕到817万票，距离这个965万票，这个公道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坎也阁真大啦所以修宪甲制宪有啥物争差？咱嘛阁另外做一张图表啦就是讲修宪头拄这个律师嘛有讲到，就是讲修宪本底就是亲像你穿衫啦穿西装，也改西装无真正符合到这个咱讲真正台湾这个需求啦尤其咱讲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是依照着这个大中国正当性在延续啦过去咱讲这个修宪这个坎，头拄咱嘛讲是全球上严格啦所以制宪就是讲一部宪法发生严重的这个欠点，意思讲这个修宪无法度解决的时阵，人民法界就要中心来调整国家的这个认同，中心建立到这个国民国家，也是就是爱制定咱讲新国家的这个新宪法啦所以改一个名称敢会较好，还是讲改这个名称，咱有咧讨论就讲台湾宪法，还是台湾共和国的这个宪法啦所以这个部分，咱除了等下赖律师的这个意见以外，咱过来请教赖委员的这个部分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坎真正真悬过去真正这个咱讲这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真正穿伫咱这个台湾真正无下书啦无下用啦爱安怎搁去改咧？我想即马这个蔡英文总统伊开始讲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修宪委员会当然咧修宪整个这个过程，应该就是爱照这个定数来处理，也是讲爱产生一个新宪法，真嘛有可能就是讲伊到来过程嘛针对这个物件来用，所以讲这个蔡总统伊即马开始甲这个修宪委员会开始要求立法院这所在爱紧成立，应该就是要准备要去讨论讲要安怎来处理这个宪法，当然伊第一点就讲迄个18岁公民权，这是一个大家有共识，紧处理。当然，咱讲迄修宪委员会敢会敢讨论这条？我相信立法院内底什么物件拢有可能甲弹入去。当然，因为立法院本身是无论讲你是要创一个新宪法，还是讲要对民间要塞什么款的物件到来立法院本身的这个同意，这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定数。所以讲，一个修宪委员会，我会讲对外口来讲，是讲应该是蔡总统想要伫伊这个第二任要落台进前想要甲这个修宪这个物件来要做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第二任。未来4档内底一定要去处理因为过去咱嘛看到2016年伊咧这个新任的时阵伊其实嘛画过就是讲这个宪政的这个改革一定要来做但是第一任咱看到这个部分也无该落实啦继续咱来请教这个曾教授啦其实对着修宪还是制宪，其实有这个两派这个讲法啦就是讲修宪的确咱讲修宪委员会可能蔡总统要落实，但是咱阁有这个另外这个民间团体这个声音，就是讲制定一个新的宪法，你感觉这两个政策是讲落实的这个可能？头拄啊，赖律师有讲到伊的理想啦讲我真详细，我会使体会，我嘛同意。但是迄是理想的定面啦现实
这落差足大的啦吼。我遮举一个例吼，2礼拜前有一个民进党的立委叫嘉义选出来叫蔡艺武嘛吼，伊的提案是甲咱的宪法的征收条文的前言的应用国家统一改2字，改做应用国家法典。啊，提案上去了，到尾不了了之啦，无疾而终啊。民进党唔是捌执政过，过去陈水扁总统执政8年，迄阵就有修宪的讲法。蔡明总统即摆要第2任嘛，伊嘛有迄个第1任时嘛有这种声音出来。迄阵，但是即届如拄啊罗教授讲，有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啦吼，一寡较无争议的，比如讲国民权18岁，这因为无论什么人拢有举双手同意吼。但是若是要修宪制宪，迄是理想啦吼，现实的。咱拄仔讲的改2个字就纠正来，去互国民党起笑讲，迄个你毋是真勇，那即马家己纠正，乡民啊疯狂打脸啦吼。所以讲理想甲现实的落差，咱爱要弥补，吼，这是咱第一个思考的。那伫理想的声明，我100%支持偌历史拄仔讲的，但是等下咱现实的，是改2个字，到尾就不了了之，这是咱爱处理问题。另外一方面，若是新的宪法要叫中华民国宪法，还是台湾共和国宪法？这咱嘛要思考。蔡英文总统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嘛？赖清德副总统以前做行政院长的时阵，伫合法伊嘛讲过，中华民国是一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中华民国。所以讲，伊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伊嘛无需要，认为无需要个台独啊。另外迄阵呢，副院长是蔡其昌哟，伊嘛讲过嘛，中华民国在台湾重生了。所以讲理想是一回事，现实的嘛是一回事。但是唯一会使做是在现实中追求理想啦。咱现实是如手的艰难，咱做偌济算偌济。我想安尼可能较会使有时个先过出来。是，不过咱讲即回这个国家认同这部分吼，台湾人吼，还是讲认捌到讲家己是台湾人，已经是差不多8成外吼。这个民意基础敢有法度推动这个制宪有帮助呢？这应该是安尼讲吼，就是其实。我看伫个民进党内底，吼，甚至伫个台湾民主运动，吼，这几十年来行过来，所有的支持者应该拢主张讲，台湾爱行做一个新的国家，爱制定新的宪法，吼民意，吼，大家应该是支持的，吼当然，吼咧。杀这个制宪的时阵，除了咱台湾家己内部的因素以外，来考虑规个国际的因素，是毋是上适合的时间？第二只我要讲，就是讲咱爱做准备，因为这个上适当的时间，已经来啊，你不管讲美国甲中国的关系，若是讲北韩最近有可能的变化，规个国际局势拢咧变化的中间，咱爱把握这个机会啦，准备又好，我要讲一件代志，就是讲，无毋对，理想是理想，但是。现实，咱袂使讲伫现实内底，讲理想一回事，现实一回事，应该毋是安尼讲，应该是讲咱伫个现实的考虑内底，要安怎一步一步，互理想会使杀动，会使互伊实现，咱目标是制宪，咱就讲即个不管。赖副总统赖清德，那是蔡总统，你讲中华民国台湾，你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独立的国家，就算讲你即马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好，那总讲安尼，咱第一步问讲，蔡总统今日早起讲，台湾是一个共同体，咱这个共同体是2300万人，那是14亿人。这真清楚。蔡总统也讲过，2300万人是咱国家的主人，是这个主权的拥有者。所以咱第一步，就算讲你制宪无办法上，第一步咱的国籍法，国籍法都要修改。就是讲，既然中华民国在台湾，2300万人是中华民国的主权者。所以国籍法都爱点讲，敢有台湾人，这是中华民国国民。什么大陆地区人民，这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你安尼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嘛？所以
无错，吼，理想爱一步一步行，吼，但是你袂使伫遐讲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我一步都无爱跨出去，这都安尼都唔对，吼，实际上那从为这个角度来看，足侪代志会使做的，吼，第一个，咱华航中华航空是不是爱改做台湾航空？是，吼，第二个，咱迄个护照，吼，迄个 ROC， 迄个 China， 吼，是不是卖放伫个遐？吼。啊，无出国拢会误会啊，误会讲你是中国人啊。是。好，第三就是我拄则讲的国籍法爱改。好，国籍法爱改。好，中华民国既然在台湾，是。好，伊个国民，中华民国国民都刚好台湾人，2300人是台湾人，是国民。所以伫咧国际法内底，会使先去处理。对，这第一步吧。是。所以这第一步啦吼，所以这现的落实的真侪步数，爱去豆豆进行。是。头拄仔这个罗律师嘛讲着吼，现主席的这个时机是上好的这个时机啦吼。咱头拄嘛讲着，全球咧去中国化的这个时阵，台湾安怎徛起？除了咱讲吼，过去伫咧这个 WHO 啊 WHA 内底吼，有侪国家提案哈。有人讲，是安怎美国无提案来声援着这个台湾，但是咱看到伫咧国会也好，行政部门也好，因吼真骨力咧杀吼。但是伫遮咱看到这个时机已经来啊，台湾是准备好啊未？我想吼，当然即马咱伫迄受到国际来甲咱的这支持，所以比过去拢真迄个好真济吼。啊，迄台湾甲美国关系当然即马是算讲40档内底上好的一个时机吼。所以讲，当然有真侪人是感觉讲，即马吼应该爱拍拼来杀。是。我是感觉讲拍拼来杀，无论讲好还歹吼，拢是爱来去做处理，敢是讲时机好的时阵要安怎来较再多加点油吼。啊，是讲时机较歹的时阵吼，都要较注意到底即马这状况是安怎。是。我是感觉讲迄个讲着讲这国际这个形式吼，咱即马看到 WHA 的这个大会内底，实际上当然有个人咧批评讲，迄外交部就讲本来讲毋是讲要投票嘛，结果到后来家己搁放弃，是吼。但是咱就让知影讲，除了美国以外，实际上嘛包括欧洲的国家，因的基本上因的态度甲立场吼，嘛非不加重要。啊，这个实际上是几个欧洲的国家吼，是感觉讲，伊讲，伊会甲咱支持讲迄个 WHO observership。是。但是吼，有关对这个对中国来对这个责任，嘛是讲这迄个 WHO 改革，伊是希望讲吼，像讲这语言吼，所以放伫遐。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伊希望会当把这所有的这个算讲注意力吼，完全都放伫讲要安怎来处理这个武汉肺炎这件代志。所以讲为着安尼。台湾的这个算讲 observership 这个物件都希望讲莫去投票，所以伫遮吼，咱了解讲，虽然讲即马咱有真侪国际的支持，但是有关吼，算讲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面吼，迄算讲这考虑就真侪。是，所以咱即马都爱了解到讲，像讲咱即马随要杀这个修宪，吼，还是讲迄制宪，吼。伫这个时阵，咱国际的这支持，安怎来说服国际？让互你知影讲，咱台湾做这件代志，毋是讲家己想要做家己的代志尔，是讲这个物件会当嘛帮助台湾本身的民主，嘛会当因为这个台湾民主的这强化，所以讲像讲即届这武汉肺炎代志，咱会当向国际上来表现讲，咱伫应付其他这真侪真紧急代志时阵，咱有一个真有能力的民主的基础，吼。所以讲，这款的这个说明吼，咱爱拍迄个拼命去做。但是我必须爱讲，就讲，即马国际的这个真侪国家也无甲这个物件来甲人做伙，所以讲，因爱互人去了解着。所以这个可能外交这个部分吼，爱搁去真正搁去较推测一下，就是讲吼，咱国内可能有这种制宪，还是讲新宪法这个声音，但是要安怎互国际认捌？因为国际情势有当时啊，也是有真侪这个吼，过去咱讲美中三公报吼，这个可能也搁有这个爱去考虑的这个空间伫咧啦吼。所以伫咧国际这个情势，台湾这个外交空间安怎搁去突破啦吼？这嘛是咱未来搁去思考的。上重要嘛是也就是中共的这个因素啦吼。咱头拄有讲到这个两岸这个部分，新宪法还是讲新的这个制宪，咱若要起草，
一定受到中国的这个打压啦吼，所以咱嘛看到今仔日这个两岸演说的这个部分吼，蔡英文总统甲过去的这个总统有啥物政策，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啦吼，就是讲吼第一遍吼，这个政治这个政权交替这个时阵吼，就是2000年的时阵，陈水扁吼，伊就讲吼，只要中共无意思吼，要对台湾动用着这个武力吼，保证伫任内未宣布独立。更加未改变国号，嘛未推塞着这个两国论来入宪法啦吼，无要推动这个统一甲独立的这个公投，无要废除这个国统公领甲这个国统会。另外咧，这个连日的这个2004年，这陈水扁总统伊讲啥咧？伊讲交予台湾人民一部下时下用下输的这个新宪法啦吼，无要干涉着咱讲的这个国家主权、领土、统独这个基地啦吼。另外，2008年马前总统伊讲，还用着上符合台湾主流民意，无要统、无要独、无要武力的这个理念，这个宪法的这个架构吼之下咧，维持台湾海峡的这个现状。另外，伊连任2012年的时阵哦，这个伊嘛是讲吼，维持这个基调啦吼，就是台海无要统、无要独、无要武力，伫咧9·2共识一中这个各自表述的这个基础之上啦吼，所以。这个台湾咧讲的一中，当然是中华民国啦吼。咱看到2016年啦吼，这个蔡总统第一任的时阵，伊讲啥咧？按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这个事务啦吼。啊，另外今仔日佫是8字的这个讲话啦吼，就是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啊，袂当接受北京当局一国两制来矮化台湾啦吼。所以咱嘛要因应着国际这个情势来去做一寡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第一任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出来，伊当阵讲保证未宣布独立，未去改国号。迄当阵敢是真正头爱看到这个国际情势啦吼。2000年的时阵，甲即阵差20档啊，即阵甲迄阵这个情势，咱敢会使亲像吼，要画咧。咱继续先请教律师。咱为登去看进前的历史，好，咱中国。好，其实中国咱爱承认一件代志，吼，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啦，好，经济力量啦，好，中国的即卖中国，甲20当前、30当前的中国，吼是确实伊是伫个上升的阶段，吼。1989年，好，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时阵，其实是中国。伊伫个国际上上孤立的时阵，上无即个力量的时阵，吼，所以你重新看历史，台湾若怎样要制宪，吼，上好的时间其实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时阵，是，但是迄当阵，咱已经互即个机会，留去啊，嘿，留去啊，吼，咱。我们错失了这个历史机会，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好，咱来随时做好准备，好，伫个后一届的这个机会来的时阵，好，绝对袂使，好，只互这个机会，好，搁流失去，是，好，啊，这个机会，好，最近规个国际情势的变化，好，提起咱，好，爱随时为这个制宪而准备，为制宪来准备啦吼，就是讲过去这个情势，甲即阵20当来，咱其实看到这个台湾会当伫即回伫全世界拢徛起，是因为咱已经做好准备啊吼，所以伫制宪即个部分，咱嘛是要做好准备。啊，咱嘛讲到这个头拄啊，这律师嘛讲到这个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吼，啊，其实嘛人讲这个武汉肺炎是吼，这个这个部分是去中国化上严重的这个时阵啊，所以。可能是另外一个孤立中国的这个时阵开始啊吼，继续咱过来先请教这个曾教授啦吼。其实咱头拄有讲到吼，爱做好准备吼。啊，其实咱已经嘛有做一寡这个准备，但是尾手审这个修宪的这个委员会，到尾啊，敢若会当处理到这18回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一个朋友是喜乐老联盟的啊，喜乐岛联盟的嘿，是当初想要离开民进党，我想另外。专家应该嘛真了解，因为民进党无法度达成伊的理想，所以伊才出走。吼，当然，伊即个选举虽然无讲真好看，所以讲咱拄仔嘛讲了2礼拜前蔡艺如
委员加改两个字，到尾伊提案个修正的，去用口说讲小丑啊，吼，迄个伊讲伊别人做黑暗骑士，无要紧，伊做小丑嘛无要紧吼，啊，人嘛口说讲这个打假球啦，吼，所以讲我嘛同意罗律师讲的哈。现实中追求理想，现实是这样艰难，咱有人行偌济，行偌就做偌济啊，做好准备是无毋对。但是以我来看，可能是两党较无争议的，一般公民权想要18岁到位，迄就较有可能啦。那国家的定位啊，统独方向，迄可能是较歹啦。是较歹吼，所以真正落实上有困难，但是一定爱做。这个落实上，咱有什么步会当去？好，提供好这个蔡总统来去思考。我是讲，即马吼，实际上咱咧讲到讲即个制限啊，无论讲修宪讲制限吼，即马咱是算讲有两个战场咧处理嘛，一个是国内吼，尤其是即立法院内底，咱要取得咱讲迄3/4的多数，这要安怎来产生？吼，这当然有真侪，算讲用说服啦，还是讲啊无就是迄个用迄个公民意志吼。逼迫你来甲你逼嘛吼，亲像同婚安尼是。是真侪物件拢有迄个无共款的即个手路会当来处理。但是我是讲，即马较我是较关心是伫国际即个方面吼。当然讲伫迄武汉肺炎即件代志，互全世界了解讲台湾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啊，咱嘛表现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咱是真侪民主社会吼，对抗即个算讲。大规模这个天然这个伤害的一个真好一个典范，所以讲，互人感觉讲台湾是一个成熟、很成熟吼，一个成熟、一个民主的这个政体。照安尼来看，咱会当继续去努力，会当家连接着讲，也是讲台湾本身伫做一个民主，会当来处理这款的这个算讲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代志，是因为咱有一个真好的民主的体制。是。也是讲即个无一个较好一个宪法来保障即个体制时阵，啊，即个台湾伊的能力就会愈来愈歹嘛。吼，所以讲恁进前来甲咱说俄罗的即个咱的能力就开始无去。所以咱会当做即款的即个 argue，但一个部分是讲，即个部分吼，要安怎来要来讲的时阵。爱用真侪时间来说服，我是同意讲吼，咱就是爱甲做准备。像外交的这个说服嘛是准备的一部分，就是爱讲一个一个来讲，啊，这弄就爱费时间呢。吼，因为即马进前人咧讲哦，因为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制限安怎有新款的这个反应，所以讲台湾海峡会无稳定。但即马咱是要甲人要argue是讲，是因为台湾民主的政体吼，算讲会当来维持这个台湾海峡稳定。所以讲一个真坚强的这个民主的这个体制是非常重要。也是讲无这个制限。无即个一个新的宪法，咱台湾的民主的演说就无法度安尼继续落去。所以讲爱用即款的即个新的这个方式来甲人讲，毋是甲中国这无关系。但即个部分就讲真正真侪国家爱改一个说明先，爱时间。是，所以这个侵华民主，毋那是伫这个国内这个部分，这个国外这个吼，去这个拉比啦好啦吼，还是讲啊，甲国外吼，真正是外交关系顶面，咱爱去甲说服。咱伫佫请教律师啦吼，就是国内这部分，我想这个国内这个立委的这部分有难度，啊，国外的部分呢，咱要安怎去进行？无错吼，咱即马虽然伫个国际上吼，一个足侪联合国的体制的组织吼是不准台湾人去参加的，但是伫个民间，足侪民间的。团体、民间的组织、吼非政府组织、吼 NGO、吼台湾是真有真活跃的力量，吼，所以透过联合国以外，吼各种国际上的非政府的组织，吼，互台湾的声音，互世界听到，吼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吼啊，咱政府。吼，若准有经费，来爱补助，吼，互台湾的声音会使透过即寡非政府的组织出去。是啦吼，非政府的力量，咱看到其实伫咧武汉肺炎，咱嘛有即个目珠啦吼，伫咧即个 New York Times 头顶来看即个广告，其实嘛是一种民间即个力量啦吼。透过即款力量，其实咱会使即个吼运用即个部分吼，继续来去推动。啊，其实对着未来4当蔡总统甲即个赖清德副总统安怎来去换家啦吼，甲即个家换好势，那么期待啦吼。但是有的人嘛是佫烦恼讲啊，对着蔡总统
伊搁当去做这个党主席，可能嘛是有一寡烦恼的这个所在吼，就是讲你要兼党政也好，国政也好，其实大家看法拢无共啦吼。啊，其实对于蔡总统未来4党，各界嘛是有这个期待甲看法，咱先来带大家做伙看吼。就是讲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吼江启臣，伊今仔日是无参加到今仔日这个就职典礼啦吼。伊是讲望讲总统蔡英文对纾困这个进行力头吼，爱放较紧的啦吼。啊，5日是总统就职即前的这个开始，对在野党来讲是监督的开始啦吼。那么期待这个在野党真正是尽守着所谓监督的这个责任。另外，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这个萧世信啦吼，伊是讲期待这个蔡总统会当真正做到吼，伊讲话所讲的，会当解决问题，负起着责任。另外咧，针对着两岸关系较长的这个发展。另外，时代力量这个主席就是讲这个部分啊吼，内阁的这个名单吼，其实离这个落实性别主流化是搁较远。咱讲吼，这回这个内阁吼，敢若这个2、3个啊，是咱讲这女性的这个部分啊吼。除了总统是女性的，但是伫咧内阁的部分，真正是离落实性别平等是差真远。另外，这个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伊是讲吼，所来4党就是要优先来推动着司法改革，和司法更加有力头啦吼，人民信任。啊，咱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伊是讲说两岸这个政策就来反起反倒啦吼。伫选举期间，伫遐操弄是要统一，也是要这个独立啦吼，来骗选票。敢若是民进党一种手段啦吼，希望蔡总统莫辜负掉这个人民的这个期待啦吼。其实侪人吼对着这个两岸也好，也是讲司法的改革也好，也是讲内阁的这个名单也好，拢有因的看法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徐永明吼，伊是讲着吼，这回这个内阁名单其实离这个性别主流化真正是差真远啦吼。咱看到过去这个文化部长也是这个查某的，但是这回有去换过，但是伫真正内阁要做到这个性别主流化。也是讲落实性别平等，也搁真远咧。我想吼，当然，即个算讲大家较有感觉批评较侪，就是第一样，看这名单来讲查甫了吼，无论讲是老男人、老绿男，拢是查甫的嘛吼。尤其是这个咱讲这个武汉肺炎，全世界咧做比较性，拢是查甫做领袖的表现上好，反倒当然，迄蔡总统连任了后，结果这个内阁内底吼，有人就讲这算讲较拍算啦吼。当然，我是感觉讲，这个安怎来，唔是讲培养，即马因为真侪，算讲女性，伊本身能力已经真强，唔免讲个需要培养。但是安怎伫这个咱的这个市政内底吼，尤其是算讲咧，互这女性会当反映甲因能力会当能够相匹配，这个那个位置啊，这嘛算讲真重要。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吼，既然讲已经拢是安尼啊啦吼。所以讲，应该咱就是将根据伊本身的表现，甲伊的这个算讲，伊是毋是伊的本身的能力，甲要求做这件代志有办法匹配。是，用这个所在，即马先来做一个判断，因的这个标准。我是感觉讲，也是做了无好，感觉讲有其他算讲有适当的迄个路线，就紧甲换起来。我讲即马来处理，就是应该用安尼来用啦吼。是。当然我会感觉嘛，一个趣味所来讲，我听真侪女性的批评，但是咱内底有一个 transgender， 伊是女性啊，结果迄有人无改算女性，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嘛，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啊。当然这是我会讲，因为这个算讲这个性别吼，这个物件变成讲大家咧关注的一个焦点时阵，嘛表示讲台湾咱即马社会进步，性别主流化，已经变真侪人咧关心的一个主题啊。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性别部分，目前看蔡总统就是要维稳啦吼，维持过去咱讲延续这个内阁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未来可能若是讲真正做无好，该换就爱换，得考虑到这个女性的这个部分。另外一要义，咱过去嘛看到讲司法改革这块是蔡总统较无做到的，然后继续咱讲请教这个曾教授，咱甲咱收尾一个啦吼。是今年正月10日，蔡英文总统大选胜利嘛吼，大胜。伊演讲的时候讲几句话，伊即个遮侪人来支持，表示伊过去4年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即句话大有问题啊，因为伊2012年迄个5月就任总统了后1年半，2018年的迄个九合选举就惨败嘛。即届1月10日才个搬转来，但是这4年的方向正确，那去互人民迄个托起。所以讲蔡英文总统今仔日
上入，但是时时提醒家己，伊过去讲谦卑，更加谦卑啦，是讲爱做到。是啦。另外一点民意才重要，就是按照咱过去公民投票，2/3的人民是反对同婚的，但到尾咱嘛个法案通过嘛，所以我们要甲民意甲公理如何画上等号，这是要加下去思考的。是啦，啊，搁去思考啦吼。上尾咱请这个律师啦吼来讲吼，真正这现是咱为这个要素啦吼，未来4当蔡总统搁安怎来落实？你要给什么款的建议咧？今日早起的时阵，蔡总统讲台湾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所以就希望蔡总统一步一步，甲咱这个共同体，成员是啥？是，咱的领土够大，一步一步放落去咱的法律、咱的宪法内底。是。安尼才是一个台湾的共同体。共同体就是咱2300万人吼，领土伫倒就是咱台湾吼，太平金马加咱的这个部分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